真的皇帝，兰宫里向看中之美妃呀，心里想我拉不出。兰宫里向的女犯人，我拿去哪里打得来？不打得来吧？个心痒难着。这面孔打李凤基也是这样想，李凤基最好的替代品。哎呀，这个事体不是真宫娘娘晓得是后宫不开设想，这哪能法呢？无罪无罪，哎，难呀，难呀！瞧，不比王房一口门，没人口中在。为啥难呀难呀？兰宫里有有才之人，不知哪努力弄大水。可么皇帝呀，你当我商量孩子呀，当我商量，哎，这里一头比两些了，哎，才是办法。我写出来，你有办法讲呢？上司为问大水来，那还亲戚脱口呀，就垃圾不脱口，所以不必办法么不想，阴落落。万岁，您乃一国之君，何难之有啊？这个写出来，领不清嘛，啊！不当我想办法，旁边阴落落，面孔一白，咚！但是他带兵奴才，是都是你眼里人公，谁望人公，每人是见口防不可得，都是你的不是。哎呦，大内的兰宫去口美人，杀死不把我飞起岗里百年落空，都是我的不是，这怪我。干嘛喊？我当你乖乖出门，哎，姐姐呢？是，都是奴才该死，奴才不好，奴才从今往后再也不敢带领万岁爷去看美人了。那么皇帝在龙讲，不带我去看美人，哎呀，不带我去看美人，不能当家人女娃女子哇，可哪弄法呢？哎，这个老设定不闯我兵，哎，为句话嘞。要追大河路，那是一铺铺暗河高的呀。吃了像老阿飞这个，身上像啪，吐下来块肉白。皇帝身上肉白是几何动的，这个你想不想？王法万岁，神功千丝肉白一枚，待等美人到水，定当送上。谢万岁！王方是后半月。哥哥一块牛背，假日离神，还是身边看一看汉。万岁，您要带美人，奴婢办法有的是。哎，懂的人知哈么子？这个牛背不吐下来，办法随时不得侬想，牛背吐下来这办法来这。王法，万岁，即将安全。万岁，您想带着美人，就怕被正宫娘娘知道之后与您大吵大闹，这皇家体面有关，不是？这样。您到了晚上给我一道圣旨，我到那冷宫叫看守的秦妈妈不许声张，我把美人给您带来，天亮之前再把美人送回冷宫，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？好办法，这个叫啥？叫恶毒神仓。另外，哎呦，办法三好，这个里向唯一个漏洞。皇宫里向的规矩，我皇帝是男人，其他侪是女人。搿他该是不男不女，不吃不用不收的。我皇帝的女人，进士房老太监的上有的岁数的，啥个岁数？有本簿子要登记，每年几时几日办个皇帝要记录的。为啥记录？皇宫里向的女人，她是预先着进士房老太监第一桩事体翻簿子，搿个人。阿办个皇帝，日家阿盼个龙，日家盼龙个皇帝个隆中门上皇帝，搿个小奴阿一个养下来，第二个打他。根本我搿本簿子上不能把你记上去，倘使簿子上记上去，真宫娘娘非常搿是会当了得啦，一当出，与思想准备放心，没好。到吃过夜饭，啪，进士房老太监送上来啥头，盘里耍个么子，不是点心，还不是水果。
盘里向侪是一块块的牌子，一段白格，一段绿格，上头写女人名字的。派啥用场？那皇帝看中落里一个，用不着讲，牌子翻个身，到辰光，这个女人会送来，簿子上马上记录。咁皇帝想，这个垃圾不能记录的呀。拿啥盘书说上来，啪，神水往旁边一抬，让他看看哦，皇帝这女人蛮好，盘摔下去，两个人睡了变辰光。皇帝到王房，两个人坐了了，皇帝现在叫心急如焚，那回不去啊，哎呀！不就是你讲的话是今朝哪回不去干？哎呀，啊为头名的家父困着的，凳子上悠，哎，来听，声音来着，哩哩啵哩哩啵哩啵哩啵，啪！一气刚的皇帝迫不及待，王法，奴婢在，圣旨一道，希望冷宫。把美人带来，领旨，圣旨一接，直往兰宫而来。但兰宫姓妈妈的是吃，哎呦，神官按照气干燥，天地别惊动其他人，所以轻细轻讲，带离房门去汽水房门。齐妈妈，开门呐、齐妈妈。开门呐！那么邢妈妈安困，但是邢妈妈为分困难，气缸子为不困难，困不着，气缸里听阿本听见，那上心事，上啥个心事？该只兰宫真宫娘娘暗地下介绍个，帮啥人帮皇帝？今朝皇帝来过着，这里去催命娘娘，但是皇帝关这个，三流风声，各杀不仁。那么我不想吧，将来娘娘晓得我有失职之财，一样杀头。我做奴才是各种然后扣，哪弄法呢？看那个拉台后，眼瞪瞪，诶，有人来爬门，啥人？眼睛过来，手起嘎，门拉开一口，王芳往天井里抬下去，眼睛跟过来，王芳。齐妈妈，半夜三更把我房门那啥体了？哎呦，看中那种不记得了嘿。齐妈妈，万岁爷圣旨下，叫我带美人。哦，好皇帝日里向来自可中在，也在带美人在。没错。不知好皇帝可中了啥人？谁？哎呀，姓邵介绍但是讲不出来，不过写出来聪明的，就是万岁爷白天说好啊，妙啊，哎。就是这间房里的那个美人，那么来他哈人，王法分门难啊？怎么说？八个女人谁好看，一个女人不好看啊？真不能看，我老太婆看到可以。那不你说得出的，内气啊！哎呀，内气别说皇帝看不中，我也看不中的，不要胡言乱语啊！万岁爷可等着呢，圣旨已下，快去带美人。快去呀！出事体的不会的，万岁爷可等着呢。你若不去，你敢违抗圣旨，满门抄斩！快去呀！万岁可等着呢，快去呀！本来想打你讲出啥个道理不能去，现在圣旨来压单，我可是没办法。王芳，根本我开战！哎，快去！我等。出事体我不管。不会的，快去！万岁等着。我那个赤裸非要紧呀，我晓得个，谁是那个小赤裸拉个不晓？快去！好再跟我开战啊！去！一路过来，到美妃房门口，梅娘娘，美妃已经困着呀，听见耳是云把门，哎呀，像说是邢妈妈的声音吧？啥个事体啊？眼睛衣裳一匹鞋子，啥一只哈，过来收起门一开，告诉邢妈妈，哟，妈妈。怎样？梅娘娘，不好在，吃子头事体在。切什么大手里？你里向来个男人，来问个啥人，吓得不够人那讲呀。好神奇！不是本人皇帝呀。废水母。是呀，
该年里向来子嘛，可中呢在一日三几多，要说呢开私家在。妈妈，你是巨蟹，我不能私家的。我才晓得个，该不够买娘娘难分开吧？皇帝的脾气，该面孔一般没有，那外夫人老媳妇的你家父好过个。妈妈，这必须有事哈哇！那照我看嘛，李奶奶怎样？难看。那八代子皇帝，那大概刚刚听上那啥等样人，哈得个放那外就看，那屋里爷娘双节都好还家德月在闹。嘿，来他个啥和家都有，梅妃听进去噻。对个，当地皇帝刚出身份，哎呀啥哈得里放我为主家乡嘛，还和家都有噻。哟，妈妈一直以的，几十岁次，天命妈妈做主。答应噻，根本没好，大你走吧。大致梅妃一路过来，看见个王芳来他一路一个卧室。王芳啊，亲妈妈，那，来在哪？来啦！哦哟，看头是一出了外星人发定呀，这个美人漂亮呀，亲妈妈，这个美人真是美得不得了，了不得儿呱呱叫啊！老那个吃老那刚好，不用让个，那不要忘记自家身份，那是他给呀。阿爷粗心粗废了，还要他给嘛何去总使唤？不要乱语，我要搜一搜。那可是规矩，白水个。破杀破那各大凶器，梅黄杀家。我们上来水，这道理用不大水个。王公里向规矩，每人初次搬家，不是拿来打的。今日忘了他给水塘上向专门有一个他给身强力壮。把得来打每人个，每人身上向不要扎衣裳，红的水浑身勾一勾，啪，肩胛上一系，记得几清宫龙上一放，这个他给罢了。这个他给七八字别个财富处，专门妓女人叫妓女人他给。因为今次是四臂夹长的，只好王芳上来睡一睡。梅妃身上勾勾人人没凶器，打自然吧。打到乾清宫，告不了皇帝，皇帝称心如意。嘿嘿，皇帝啊，你不要称心如意。4年已经让对上走了，你不晓得。王芳你，王芳是今次压力不能困着。说题。里向有个死后来，臭棒不得了啊！十香的得张灯子乾清宫门口一放，啥天得了外头10样班子，上司也我个，事体也做了呀。辰光倒蛮快，只听见外头哩比波哩比波哩波哩波，啪啪啪啪。听见四杠一肯，王芳的紧张着。刚才的皇帝也领地，那给日子是一他给的服侍里起来，不里都看见不比这个个女人并不真公子，我也不是对吧？快递欣赏皇帝。万岁，时光不早了，万岁，您该醒醒了。刚刚我皇帝好糊涂，世界天下问题的。不但王芳实讲一句不对四刚才起来吧，非要不了本人晓得受到真公的耳朵里向都是体在。平常辰光谁要他给服侍，今朝是天然在。自家龙冠龙服，抽打诗人，看每人一切全部诗人们。爱卿，时光不早。回归人过去吧。梅妃作孽，但只给他谁想当初我傻等养人，但是一经不机会，而现在皇帝见我回归兰宫，眼里含了眼汤里，是随起私家。本人讲，才是高高兴兴来，卡卡我个嘴。你啥天要出来哩？想到这，你个身份的是啥天？兰宫里个女人，我少讲一句闲话是要出来里伤心，不爱个
现在补上去还来得及。啊，爱卿，是，放心罢了，谁去回归冷宫？时机成熟，寡人一道圣旨，将你甩出冷宫，东向荣华富贵地了。哎，废水，纵然将奴甩出冷宫，奴亦是佛法侍奉，身家的。这个闲话听不懂噻，啥个意思？放出来名正言顺不来三个，现在推推摸摸的可以的。爱卿，称话怎讲？皇帝呀，你还晓得我啥等样人？哎，三官子，一夜天夫妻做下来，心啥叫啥问晓得呀？你啥等样人呢？讲出来你要吓的。我皇帝们哪会吓呢？怎么不吓？不吓的。绝对不吓！你讲，我不是本人，是你养的妃子，那个妈！皇帝先将我丢到地上呀！那么唱不来，啥人养的妃子？犯谁子？啥个才？乱伦之财。老百姓犯这个财，男女双方每人36个。若是皇帝执法违法，谁家一等别人36的，我非要杀天的。哎呀，你哪弄法？想是想不得的，你是我娘，年纪比我小啊。不过不对了，从前有这样句闲话，叫困了牙上了谁是娘，年纪比我小，娘还是娘。你哪弄法？不，这个事体绝对不能抽办。抽办下来，王位去，他性命不保。为此要保全自家皇位，要保全自家性命，不客气。4年不为再开口，我努力杀。哎呀，萨利亚，这个这标致面孔，说不过奇怪。实在。冷宫里向先读一读再讲。要是不能爱着，娘当爱法。深宫一日后头，知人大仇，引得旁人不知不防之地，谁去违规冷宫？时机成熟，寡人一道圣旨，将你甩出冷宫，回归家乡，和家都有必了。废水，叔叔能能给回归家乡，和家都有。奴定如这门下非送进，气节上常派与怒放北塞，你龙基看，国泰民安。王芳，快点，我马上走去啊！王芳晓得窗户里啊。也是呀，叫人女王与叫人到皇帝娘头上去了，也叫我梅妃打回冷宫。一方面，梅妃回归冷宫，皇帝呢，领地，刚3点老规矩，平常皇帝打出来不得了，一股气根，相当威女。今朝这么个关心事了，不知那人打出来会需要呀，压出来的。搿老对里个，哎哟，阿为搿个事体不里都发现个，哎哟，搿面阿拉对我看啊，提心吊胆。11天一过，老样子，平常也要看个，自家心虚了，不要虚，自家吓自家犯不上，心一定，老毛病一万子。到此行女人，欣赏别个标致姑娘，我梅妃忘记得高高兴兴。嘿，那么我梅妃忘记得高高兴兴，而且在冷宫里向梅妃没了让等来，正所谓王处吹水，落人夫之。这一配为一番。
日吃公香。为是等吧，心所光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常常来当是自家结出来的毛病，但是等到阿模样学得不灵，为啥吃啥吐啥四肢无力，那么学得超后走啊？身治病真事体但不能晓得，自家一来非丑八个，我死还不面孔，那么哪办？咽下去情人商量嘛。哎呀，各种那个事体难以启齿。你人老已经七根了，七根啊！可是磨才磨不来，扛才扛不脱，但是我把人家晓得，哎呀，我难得一死，那么哪办哟？手内结个想
娘岂不实在没办法？那个事体哪瞒得来哦？真正一夜三路，哪得来整个皇宫才晓得是？皇帝也拒不了呢。还是去打新妈妈商量吧，一人不两人去，硬硬头皮出自家房间，一口500人，一大路到新妈妈的住处，对里向一站，哦，为啥？新妈妈一口子了啦，谁在里向拿该桩事体，当你新工人毫不突出，来他眼头子，哎呀呀，美妃呀美妃！皇帝刚起步3000零不是一家分娘，但你娘一夜天乃会种各个对菜的，你哪能法？照理讲，皇帝不想我乃原先他是养的儿子不得了不得，大明江山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但是身份不对，乃啥个身份？皇帝的娘的儿子再去养儿子，要是这里向祖孙3代说不清上来，很难弄法。怎么难弄？要么什么？来不要想，我不是某特拉的皇帝啊，皇帝，他是乃言而有信，所信乃于后。那言而无信，美妃啊，为此保全那个性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啥个办法？回到房间里向，你去装伤病，困了床上，只困，被头都盖点，肚皮非要不能被人看见。养个主席带我商量，我来接上。搿桩事体是要侬养下来马桶里向一群闷杀里拉的。乃不是，我不想，神不知。怪不叫，放心，多谢妈妈。你认为神不知怪不叫？有句老话，啥要神不知是非鸡莫为。外头一个人才听见，啥人？陈宫娘娘心腹宫女叫陈水英，现在当着郎宫来，公不对着。陈宫娘娘的心腹们哪会当着郎宫上直播不灵？里上直播唱不够，欢喜讲主日的，东讲主日，西讲主日，里讲主日当生意做的。陈宫娘娘虽当了被宫女，不了娘娘非当节目，才是里弄出来的事体，里当没无心。但是做到有些来国大中小生意没劲，要做大生意子。啥个大生意？成功还有成功困难。皇帝大理不对的呀，也没人讲啥么，大个陈水英去讲。哎，皇帝啊，侬多多乖乖，我真宫娘娘引动虚实。那是个陈水英旁边蝴蝶，嘿，是呀是呀，皇帝乃大爷来个呀。张门面背做书人哎，到真宫个上来受推些，别人讲说想全部完毕，只有一个陈水英，这个出了我做派，非但不追，到拉锅炉里向听别讲我要脏，可能脏了子那不要想呢，大生意来着，把到外地去讲了，哎呀，本来是真宫娘娘嘛是皇帝们脑袋里不对了。那里多多乖乖了，你们引动虚实了。哦哟，皇帝一来是你个娘娘吊是吊的嘞，受了皇帝个身浪，给了皇帝个头巾。那么可被宫女有机可乘，李明告诉娘娘落不落？面孔一白，我沈水英当日郎宫。沈水英心里想清爽，进郎宫容易。出郎宫赛过登天，我觉，嘿，想不到啊！今朝机会来着，美妃，东查西望，看见我拉过来，真是妈妈房间门关关上，啥的啊？啥个要紧事体没听个吧？啊，爬过来一看，瞧着，
门缝关上掀开的缝，啪，耳朵吹上去，辣浪听。什么？梅妃有戏7个呢？阿会听错他个？蓝宫里向的女人哪会有戏？啊？岳父里昨天一出来碰上来看，已经回到自家的房间里向，想来想去不对。别，隆清爽，耳听是虚，意见为实。把到梅妃房间里讲眼只要不记得，实质看梅妃的肚皮一看嘛，嘿嘿，真的靠啊！趁大家不注意，屁一溜溜到外头锁门入路，识得周娘公请宫女奏明娘娘周记要去告密子，大家来说相三比神虽言，金娘娘七岁，7真宫娘娘姓马，金德吕叫吕姓哟，宋是真宫的侄女，王亲国戚，所以一进宫马上封为真宫娘娘。比起去呀，等那回宫，使特皇帝的眼睛不灵不灵的，可没讲一声，神我在生，孽我在放。现在看见沈水英来，不喊你哭。沈水英，你私出冷宫，给打红水。是三比之三个技术之水，因我明知故废。哎呀娘娘，今朝三比大概打来，遇上天大的不得了不得个大事体，来奏明娘娘去三呀！哼，老毛病一辈子哇！一旦我门前个少人知识负重生育子哇，那么那地心上里，沈水言，你不也反胃了呀？我如何也将你打入冷宫，难道你竟放出了？你空红哦，哪位家主人家进去的呀？不，今朝不是家主人，今朝我来检举揭发的。哎呀娘娘，哟，阿晓得蓝宫里向，希望爱妃美无用，有戏7个人这样。哈，什么子？美妃有戏7个人，不为。该只蓝宫我私底下介绍的，非是男人，本地的用场啊，非不是一张，你哪位有戏？分明的他是提示，好一路女，该打红水。哎呀娘娘，该桩事体千真万确呀，娘娘。冷宫但是气欧云。梅妃居然是与神云，想那希望家本与守你，他是佛上佛，怎能把儿生是啊，定是他恰恰是遇见人几否地下是哪一生？他是为人之间一切月非节日压临本，记得他爱与妈妈共赏人。我是否已偷得真消息，得到丈娘十分明娘娘
当说此人来白露，天子定呀怒气生，怕就怕你娘娘往后也难走神。娘娘，这桩事体其实没错吧？唐氏呢不相信便当的，我新工人害得来，我带你当面接待。我又当硬了海话，干嘛阿爷得当就也得。那个海话欢喜天语高讲，不大还相信。所以眼山对公我口口应应说，去我新工人当我接得来。有什么？我新工人叫得来当面对质，那么到底哪行业要何为技术？